各位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下面咱来读教育部114年度的社会组朗读稿。我伫这个YouTube 直播看迄个做啥朗读稿，也毋过因为其实你会使家己去掠啦，因为去掠了后，你家己就听好。安怎讲？找到要读的，可能要按第13篇来读起。第13篇是迄个啥？阿母的彩虹车，所以，这是毋是？我毋知影安怎家放大即个画面，无确定。敢是安尼？我无讲解释安尼。好啦，这伊无被我刷叮当，我毋知要安怎操作。好啦，安尼敢若会使看一边尔。好啦，快点。可能用迄个啥分享教育部的迄个商用书店可能较好势。伫迄个啥，伫 Clubhouse 即搭只是强在敢若声音尔，所以敢若声音的部分，可能我看有影即个物件会使安怎来分享。因为迄个啥，YouTube 甲 Clubhouse 是无共的迄个目的嘛，所以变成讲你看你的需要吧。若准讲会使安尼讲。反正我就尽量啦吼，尽量甲伊创较小声吼，敢会使安尼讲，我无确定。因为有当阵啊，伫读这个物件的时阵，会拄着一寡意外是啥物货吧，所以我伫 Clubhouse 遮会迄个啥连结遐分享还是啥物货，所以可能。你会使看到迄个连结，然后我甲迄个文稿114年度教育部的社会组朗读稿，我甲伊放咧确认好啊，反正因为教育部每一年12月吧，敢若是12月拢会办即个做中国语文竞赛嘛。当然，中国语文竞赛伊有分，我所知应该是中文、中语甲台语文啊。当然，客语、原住民敢若拢有诶款啦。对我来讲，我强在是敢若知影台语文诶部分，其他诶我毋知吼。目前为止，我也毋捌去参加过吼，较详细诶资料我就毋知影，所以我伫确认遮就打即个。114年度，这敢是算轻松的款，外地教育部拢有得对，所以你其实应该袂讲太困难，就找到才对啦。理论上，当然有当阵啊，官方做迄个网站，迄个啥，友善度有真差吼 ，user friendly 吼，友善度有真差，所以对无够熟悉的使用者就会淡薄仔客气安尼。总是你若有法度突破迄个困难吼，突破迄个困难，莫伤惊，反正就安怎讲？阮的电脑老师讲啦，反正即马手机啊、电脑你就尽量家用啦，无叫你摕起来摔啊，对，袂歹，那要紧尽量用啦。所以就拢甲试嘛，要试看卖啊，莫黑白 delete 就好啊，应该是。我看我可要打死，这是我的哪好敢若好好，有啥物个语，好啦，个语我可能爱迄个啥，我甲声音上关一下，加扫一下，所以我会关起来。这是我长时间咧找迄个啥，要分享的一寡连结啊，就是连结愈来愈多的时阵，就要杀无涨啊咧。好，我麦克关一下。
好，应该差不多是安尼。我就讲，图含来拄好，时间来拄好。特别时间暗时9点40点，做回来才读寡册。啊那9点进前呢？9点进前随我，我继续来读这个那纯粹的第3本小说《开花结籽》。有当阵啊，大家看朋友我是啥无？迄到底是倒位来的？看应该是外国人，只是迄外国人可能是听无吧。听无是毋是咧等待大家顶个人嘅交互啊？是安怎毋知啊？有当阵嘛会使看到哭咧1分钟久啊是啥？当然感觉无聊无趣味就走去啊。这发的所有一切拢是安心自在、自由自在啦。好，随便讲过1分钟尔尔，发的我就共阮继续读。这个开花结籽已经读到49章啊。厝拍卖，利息无纳，厝拍卖，内底大人袂好价，小散2届无人买，三兄硬表钱有加啦。这时阵家己的旧厝也未封送法院拍卖，金鸡也会使住伫内底。女主要搬去上山因囝松原遐大进前，有先敲互住台中的例子。让伊爱来家己替金鸡仔买菜、订米、剁剁，无牵到内中的缘故。例子想讲家己的大姊当地落坐，嘛是爱行骹到才对。吩咐阿宝啊，使伊迄台东公的车为台中，顺路甲菜、米、甲肉送去家己。哦，这段路真正离远，至少100公里吧，台中去到家。搁过1礼拜。例子嘛，招英子为台北落来看金鸡仔。例子甲阿宝啊，冒买菜，甲送到位。英子听到松原甲贺林斗空变金鸡仔的厝去贷款借钱，显显利息纳袂出来，人就要拍卖厝体。银行霸面会甲住伫内底的金鸡赶出去，叫人赶来买这间厝。甲安尼来。煞可怜着金鸡无厝通去，颠倒是英子大出手，摕2万块的银票啊，互金鸡啊，意思是先要互伊度过目睭前的苦厄，才过来想后步。目前也无其他人讲，但我哋继续来看。开花结籽，开花结籽是另外一种精彩的小说内容。伊即种嘛，敢若无讲介济啊，伊故事要煞尾啊，所以嘛，听个交代一寡人的迄个啥后壁代志的看法，可能是安尼。跳工应该是银行伤久无收利息钱，早就申请法院要拍卖。有几啊主买卖不动产的人来看金鸡即块厝，照买卖房屋。厝地的关系，有意向投标的买主，拢会先去看厝地所在甲市景，他会知影拖差不多2个日，拢店久无人去投标，看迄落办势，应该是有嫌着厝内有住一个老伙仔，买厝的人有义务爱加安置的缘故，煞自安尼流标去。后来第3小弟光照知影大姊金鸡地。知影大姊金鸡得要无厝通居啊，嘛死无路通去，搁惊即间厝若互生份人标去，即声就歹在啊。心肝内有暗算要出较好的价，甲标落来，就调工写比顶回流标的介绍，搁添20万的钱额去投，真正一笔一中，有照伊的意愿标着。后来伊才知影第二关标甲伊相差30万。真正是戆甲袂上。光照是翁仔头生做较水面尔，若讲到甲人计较，还是做工课、读册，拢半病，拢半病，我嘛毋知这什么意思，拢半病。家人中学、高中出业，连续2档的大专联考拢入名，就互调去做2年的阿兵哥。迄阵的兵役法。迄阵的兵役法令有规定，查某囡仔爱有退伍证
才会使报考大专院校夜间部的联合招生，阁有加分的好康通体。毋过光照颠倒，饭桶甲连考3届，才调正大夜间部的地理系照年会开始。照年会，伊18高中肄业，加考2年大专联考，加2年做兵，加退伍考3摆夜间部联招，加读正大夜间部5档，等于30岁才肄业，真正是好惊人的代志。好在伊有随找着头路，无互腹肚枵着，安尼枵骹直直啊！逐工坐火车去台北，就是靠说伊缘投，才摸着一间第一做洗衫粉的白兰公司做业务。毋过，甲伊接接过的客户员工，拢投讲伊真无站站，阁有真怪异的支票，性地嘛无偌好，定定伫公司甲人动毒冤家。搁较咸的是，激规腹肚的风火转来到厝，就拼碗摔地，骂大骂细。因牵手阿梅甲后生拢力打甲亲像客仔安尼，毋敢碰着伊，连讲话嘛求求奶奶，煞互伊家己嘛逐工郁卒艰苦，心情拢袂快活。这个有哪来啊？对啦，我一定，我就讲这个读这个啥？读这个开花结籽是咧读朋用的啦吼，啊，所以干哪来啊？咱就来读朗读歌安尼。你若方便发滴网参考，我伫迄个啥，我伫 YouTube 是该开一个直播，只是我无确定安尼迄个画面敢有够大，我毋知影，总是。反正应该会使找到114年度的朗读歌啦吼。啊，大家的朋友你若有兴趣，会使举手啦吼，叫你起来做伙读了。啊，有一个朋友，我无确定你敢读，我毋知。一个介绍是敢若外国人款吧。好，咱就来读这篇阿母的彩虹车。哦，几段1、2、3、4、5段。好啦，反正我先读2段，后壁再看卖看是你要让我你读，还是有其他的朋友活来再搁讲。我来，我先读2段吼。114年度教育部的社会组朗读稿第13篇阿母的彩虹车。黄正宏，厝内有一台车仔放伫露台，真久就毋捌叮当过啊。50当前，这台车仔是阿母趁钱的家私，拖底放补衫的家私头啊。正手边是尖线加刀砖啊，倒手边有扫仔纸、扫仔壳、粉涂。阮做囡仔时，阿母用这台密信甲人改衫、补裤、换拖链啊，趁一寡囡仔的四小仔钱。阿母若咧补衫，会甲小弟放伫泥母椅啊，我甲阿姊会倚伫边仔看。阿母有时会叫阮倒抽补笑，有时会叫阮甲草屈倒，小弟若哭，阿姊会甲伊排伫骹，阿姊会甲伊排伫骹脚偏，乌互困，来，有哪话你？有无对着13段？第3段啦，拄仔你未听？我听你念乌困安尼啊，伊哩乌字。我感觉今仔有先查过，因为我见讲，我是拢讲阿互困，啊，毋过伊讲乌互困，我也知。学校线学的时，阿母伫灶骹煮食，车仔会牵咧，正做阮的写字桌啊。天有甲盘仔，有甲碗仔飞入来厝里。有一摆我咧写字，一只乌色的大蝉捡伫窗仔内飞袂出去。我出手甲掠，无疑误迄只大蝉，煞对我的大帽往顶落去。我哀一声，当咧煮菜的阿母随胃灶骹撞出来，
迄时阵我听甲目屎流目屎滴，哭讲阿母，迄只蝉甲我叮，阿母讲你即个戆囝，迄只是蜂，毋是蝉啦。无偌久，规个手盘整甲拉面具。阿母听厝边狗讲，我冬蜜会使退红，就紧去打一寡冬蜜互我抹。有一冬过年前，阿爸领月吉，阿母带阮去夜市仔买衫，大家各看衫，皮包仔煞拍毋记，毋知敢是互剪柳仔剪去。阿母找甲心公会倒，规个单位用要互变过来，嘛是找拢无，心肝有够郁准。转来厝里，阿母一个人戆神，坐踮车仔头前，我踮伫巷路，毋知过偌久，阿母回头看到，甲我的头壳懵懵的，伊讲不要紧，咱若不然就免惊无钱通趁。你甲读个完好啊？我咧读一段。好，前一阵仔，一个开店的朋友来开讲，看到即台古董，想要出价甲我买。伊讲你囥伫厝里用袂着，我想要甲伊菜伫店内做艺术品。我心肝来想，即台车仔我囡仔时会记伫，阿母骹搭落去，一针一线，甲破去的所在补甲若一百抽象话，烘烧仔煮的时，迄款臭人耳的声音，亲像还搁伫耳孔边叽叽叫，遮个形影甲声音，拢敢若是昨才发生的共款。遐尔清楚牢伫我的心肝内，我哪有可能甲50外冬的思念白等杀咧？好，感谢。真诶就是你讲即个，因为是对墨讯即个字来，日本时代，因就甲即种车啊，对墨讯遐变做迷信，敢若我反正就是。我就讲，我所知是对迄个英语字墨讯机械遐去到日本，然后日本时代即个流传来到台湾嘛。当然即马咱所知迄就是叫做啥车衫嘛，就讲取代手咧添的嘛。较久以前就拢不管啥拢用针子用手添嘛。毋过你若迷信即种的。就做较有信嘛。当然，即个作者咧讲50年以前我毋知即篇文章伊是114年度登出来，然后当时写我毋知。就总讲114年，50年以前是偌久啊？1970年了，1970几年啊，迄真正是老古董啊。所以真正是我毋知，但你来太民间捌看过即种车，目前我捌看到过诶，可比讲，因落市场遐，敢若有啥物所在，伫迄个店内底，有当时一半间仔店内底嘛有去。我捌伫咧台教会，佫有一寡算店家吼，也是博物馆。可比讲，敢若是迄个实文园边仔迄间叫做工业博物馆，也是历史博物馆，我敢若捌看到过。伊较早阮细汉时，阮兜嘛有，阮母也免，迄个时阵就是叫做啥车衫嘛，就拢有即种的，也是做西装的嘛有济嘛。只是买啊，当然时代变化，机械进步，就无遮物件。我毋知台恁个朋友听完了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迄个拄仔昨咧读的迄篇，有一个心肝底，即篇作者是用心肝来。迄个啥，拄仔前一阵仔有朋友咧问讲，到底是心肝底还是心肝内啊？迄个啥，拄仔
有朋友分享讲要安怎去查遐个字词啥嘛，所以我就讲，有朋友分享讲要去倒查，我就讲这个物件可能会使去教部有一个做语料库通我去查。当然，我伫确认所在嘛有一寡算字词典挺好查嘛，所以我就我甲伊打一届，伊要我打，伤长要我打是安怎？还是超过3-4个连结要我打？安尼我可能爱另外用别个方式来分享即个连结。我可能甲教电即个连结摕掉，看卖安尼要我答。我就讲有当阵啊，咱知影一个字词安怎读了，无一定知影讲即个字词要安怎伫咧话句内底使用，所以我正伫咧确认打找台语语料库，甚至有一个微博劝hiệu，因即10几年来真拼势伫咧啥甲过去的台语歌拢甲正字化，还是讲照教育部的建议用字甲伊改写做教育部的用字，所以伊嘛有一个做歌词的语料，挺好去找，就讲你用一寡关键字伫迄个网站顶悬去敲找，所以你确认即个，我拄仔打起迄几条，就是找台语，个语料库含歌词的语料，就是讲你用一寡字词去找台语，找着讲，即个字词安怎读念的时阵，或者伫找台语内底，你会使用中文去找讲，即个中文的台语要安怎讲？你找着了后，你去语料库找看卖讲，有啥物话句？语料库内底字词典有啥物词用？有啥物话句？有啥物例句有用到这个语词？这个语词伫啥物字词典？伊敢若有汉字甲罗马字，所以你可能会使甲伊 copy 去别位。比如讲廖文虎教授的迄个啥，伊有一个叫做语音的网站，伊就使甲遐个字合成做声音。当然目前为止，我所看到、所找到遐个网站顶悬读台语的迄条有诶，可能到都无讲介理想，因为可能是叫做啥，语料库的资料还无够多看。当然目前听教育部的字词典顶悬的话句是不离准确啦，迄较有参考性，无啥物问题。其他的可能爱看。毋知咱大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所以我就讲是去迄个啥，找着字词安怎读了，再去语料库找看有例句无，学迄个例句。前几工可能3-4工前吧，就是有外国人咧分享讲要安怎学台语，甚至佫真拼势去开发 APP， 伊拍算要互伊家己1年的时间，看会使甲台语学到什么程度。然后，当然即马敢若是3-4个月款吧，伊敢若是今年1月开始的款，开始下愿讲要开1年的时间来学台语。只是这1年到底会投入偌济点钟数，我毋知影。总是伊可能有一个企图，就是讲1年以后，伊来检验这个成果，互咱这个台湾人看卖讲，人这个外国人伊学台语经过1年学到什么程度。当然，目前会使看到一个算实验性质的，就是去年12月迄个阿弟英语，阿弟英语嘛开差不多1个月，甲台语学倒转来，要找因阿嬷验收。因阿嬷甲讲，台语哪着学？
阿嬷自细汉就咧台语环境，当然无需要特别开时间学嘛，自然就会晓。啊，毋过2000年以来，你要找到真正的台语环境已经足困难啦。2020年以后就讲嘛，2020年以后出世的囡仔已经无纯练的台语环境啦，所以台语对2020年以后才出世的人来讲，等于是外国话啊。啊，若外国话，你就是爱用外国话的方式去学习安尼啊。若准讲你要教即个语言学到一个程度，我就讲嘛，目前伫台湾学外国语言爱开的成本、时间、金钱，吼。若准讲用甲一个语言学到中级 B1， 吼 ，B1 我咧想以日语来讲，可能是 N3 啦。啊，英语可能啊，以多语来讲，可能是700分以下啦。敢若几分诶？650偌济，我袂记得吼。因为我就等下中级了尔，无甲700分了啊。反正你咧教英语、日语、台语、法语、德语吼，即个外国语言学到中级 B1 的即个程度，即个坎上，你按0开始学，目前为止啊，应该是台语你需要开的金钱、时间可能差不多啦。以日语来讲，你可能嘛是爱学1000点钟吧，至少500至1000点钟啦。零基础开始学日语嘛，你要学到 N3， 通过前几工仔因有考试嘛，年底搁一届嘛，因1年2届嘛，吼，差不多是500至1000点钟嘛。啊，英语可能很多时不了侪人都学过啊，凡是由遐做基础，然后你找到人甲你指点，互你一寡教材啥的，应该嘛是爱几百点钟吧。啊，台语目前当然无看到有人去整理讲，你是啥物基础、啥物坎站、能力到对，啊，你要学到啥物程度？可要讲教育部的考试，你要通过 B 更级格是 B1， 啊，你要开偌久的时间？我咧想，对台湾人来讲，现主是30-40岁以上的，伊的台语能力毋是零啦，日语、英语有可能是零啦，啊，过台语毋是啦。敢若毋是？你可能开100点钟至200点钟，应该就会使到中级的程度啊。以台湾人的中文的能力我来看，可能嘛是敢若中级尔啦。虽然讲单头单尾总有可能超过1000万人大学毕业，敢有遮济人？我毋知影。2320万有1000万人是大学毕业无？现主是30-40岁以下的、50岁以下的大学毕业的比例有1000万无？可能有吧，超过1万人口数，所以应该有可能有。啊，准讲用中文、中语读到大学毕业，讲一个较无输赢的啦。平均的语言能力，即个中文、中语可能嘛是敢若中级尔啦。你讲要到中高级无？无一定，爱看迄个测验的时阵，有去问着伊的迄个专业能力无？啊，若无我的语感，我的感觉应该是差不多中级的。因每一个国家，因迄个国家的平均水准啊，迄个国民的平均的语言的能力，一般是头B1啦，中级啦。啊，你讲要，因为你要甲整个社会的语言能力全体平均到B2中高级，我感觉无遐简单。现主是你讲冰岛。30万人的人口数，因的冰岛语的能力有到中高级无？因的英语的能力有到中高级无？我毋知影。所以以亚洲来讲，以台湾来讲，准讲咱拢伫学校学中语，使用中文，迄个中语中文的能有到 B2 无？我讲是全部的平均哦，包括即马70-80岁以上的，即马。小学生以下的、高中生以下的遮个，所以全面的中语、中文能力有到 B2， 我是看因衰小无啦，我是看因无啦，我毋相信啦，平均水准啊！你讲现主是25岁至50岁，即25年可要500万人，是500万，以20万
无不止啊，近50岁的人，迄年出世应该有30万吧。所以20岁至50岁，这1000万人，伊中文中语的平均年龄有够比土无？是有可能哦，是有可能。哦，所以我感觉语言的能力要培养，还是要处理，是无一定遐尼简单的啦。因为有足侪物件是你爱安怎讲，进入迄个环境，而且你有坚心伫咧用的啦。也无讲实在，大部分的人的语文能力是日常对话尔嘛。高中以前，我家己的感觉就是高中以前，你的语文能力是敢若基本的日常对话尔，去买物件，去食物件，啊，报路、找路，对无？大概就是这样尔嘛。你讲你进到大学，你较有可能有一寡较专业的知识嘛。所以，讲台语当着是也是一寡台语节目，伊曾经就问过一个问题嘛。你会晓讲台语无？讲会晓嘛？啊，你有外交讲？迄个外交讲要安怎评估？下底敢有几个问题去评估嘛？讲你敢有才调用台语牵师啊？对吧？你教另外一个人嘛，用台语甲教，迄个人有可能连台语都袂晓，当然即条路就断去啊嘛。要么对你来讲咧，人总讲一个人是晓台语，你有才调用台语牵迄个师啊无？第二，你有才调用台语甲人合作无？对无？人吩咐你舌头，你有才调领受到伊要讲迄个啥物物件？第三，你有才调用台语率领一群人和你做伙完成一个案件无？啊，到后壁是啥？你有才调用台语学一个你将来毋捌的知识无？可以讲的核能、宇宙，还是啥物微波炉的原理，还是台积电的晶圆制造的迄自头到尾遐物件，你有即个才调无？先莫讲目前敢有遐知识。其实是有啦，只是无一定有人真正遮尔用心去甲遐物件转做台语啦。所以，迄个中高级的能力，毋是遐尼简单的啦。只是咱有当阵啊，逐工拢咧讲，你会廖春讲你足厉害，实际上无啦，无遐厉害啦。好，歹势，我毋知，3年嘛来啊。阮对后咧读的即篇是阿母的裁缝车啦，吼啊。过来就是迄个对只有那咧读。第3段迄个啊，我就讲，你的音会念咪读迄个音，念咪读即个音嘛吼。阮虽然是拢读迄个音，毋过迄个音目前到底嘛无收，就是讲有一只乌色的大弦，吼，还是大弦。当然尾仔才知影讲迄是芳啦，啊，佫足大只。毋过伊会甲弦甲芳合做伙，我嘛感觉怪怪。啊，总是。目前以即个音来讲，到底是敢若收弦啦。迄天我拄着一个伫做歌册研究的，伊就讲目前为止遐个歌戏班的人，因即字嘛是拢读弦合喙音，毋过目前毋知啥物原因，到底就是无收弦即个合喙音，就是拢收弦。啊，当然弦即种通拖，单头单尾总共敢若5种至7种的讲法嘛，这是因为。地方的腔口差嘛，我嘛是学台语了，才知影讲啥物基弦啊、吉列啊啥安保节啊啥，其他我袂记起啦，我较会记的是几个所以本正就是原底有的物件，就可能伫无共的专业、无共的地方，或者是无共的领域，甚至有当中会牵涉到无共的性别，还是大人囡仔即种争差。伊本正就会足侪种讲法啦，啊是要安怎统一啦？所以有一寡人竟然淡仔咧讲，啊哪会无爱统一，他会无爱统一。第一，迄本正名称足侪种，就是伊的多样性、多元化嘛。啊，统一是要照你的标准，来照我的标准，对无？所以，迄是中语来到台湾，中国国民党为着要实名台湾，才叫大家学共一套的标准。所以单头甲单尾。所有人讲的中语，啥物人听无？我就讲嘛，贵人国小3年仔的小朋友，和屏东恒春国小3年仔的小朋友，因讲出来中语，恁倒一个人听无？无甲一个人听无，逐个嘛听有啊。单头单尾，啥物人讲的中语，另外一个人听无？逐个嘛听有嘛。啊，所以用因去定义方言的即个定义来套伫咧台湾的即个华语。
台湾的华语才是台湾的方言吧？但头当尾大拢听有啊，迄毋是方言，无啥物方言。因毋过台语即个部分，宜兰腔的台语甲鹿港腔的台语，若真正叫现主时8到10岁的人来咧讲，因两个有法度沟通，我才输你。一个讲宜兰腔，一个讲鹿港腔，迄是要沟通啊。共一个物件，敢若讲出来，酸啊，因讲的酸啊，就无共的物件啊，对无？迄要哪统一，要哪沟通啊？所以，咱过去就是因为受到即种相对来讲无正确，甚至是失觉的知识，知识到咱内底底一寡外国饲出来物件了，当你看到相对较正常的，你才会啊，开是安尼先。所以有当阵啊，咱应该爱有一个相对较开放的想法，看法去看待讲，过去咱所知捌的知识，到现主是咱所另外知捌的迄套系统的时阵，咱是毋是暂时先莫去评判，一声就讲人讲这个毋对，迄毋对。因为当阵啊，遮尔简单的讲人这毋对，迄毋对，颠倒是呈现出家己的无知啦。所以我就讲嘛，水准无够，也是无水准的人，因为看袂出来人的水准，所以就直接判定人无水准嘛。啊，所以到底啥无水准？现主是咱看得出来，到底啥无水准嘛？所以这个物件也无需要加讲的嘛。而且佫有一个方法，佫有一个现象就是，头壳无法度做较复杂的思考的时阵。就直接讲大瓢啊嘛，因一寡人就爱讲大瓢，就是这个原因嘛。伊无法度做较深入的思考嘛，无迄个理路头去思考讲，这条代志到底起头是安怎？这个演变的过程是安怎？现主时的状况是安怎？啊，未来有可能是安怎？因无法度做这种思考嘛，啊，用大瓢头上紧嘛，对吧？我也无，我是拢爱讲什么瓢头嘛，不过就侪人爱讲大瓢头的啊。好啦，无小心讲一个伤济，歹势。我毋知咱台内个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安尼，咱是毋是来读后一篇？即个，反正我就讲，原则上是掠差不多30分钟来处理一篇啦。反正拢分享拢参考安尼。伊当然啦，即个字音啥有诶无，当中就是你听到家己去找出来讲，你会使。照你家己腔口去读念遮个文章啊！好，咱来摕读14篇，三年嘛来啊！吼，伊这篇是几段？1、2、3、4、5，这篇嘛是5段。好啦，反正我读一段了后，是毋是？迄个乌娜甲三年只通读2段呢？好，第14篇，无紧无气食饱字，单春米。顶工。我带4岁的孙去散步，沿路有一大排的花枯，阮孙就爱看花，雄雄亮开我的手，冲对大布棚的所在去。我骹手慢顿，袂赴甲掠了咧，就听伊喊讲：“阿嬷，遮有足侪花，咱来去挽好无？”我一个撞到位，就紧念讲：“阿弥陀佛，囡仔人毋捌代志，歹势歹势。”哪会识咧？哪紧甲孙拖咧弄？一个想到人讲，咱爱尊重往生的人，袂当伫因的面头前黑白讲话，才袂拄着歹代。我着惊甲拼凊汗。虽讲我无遐够欠算，毋过嘛毋敢伤铁气。古早人的智慧，要是加减遵循较保险。反正世字无实本。那我先读到遮有哪话你读2段，然后再3字。一目领仔就听到西公的tiếng仔声。这互我想起30年前，阮一大阵亲情跪伫大路边，咧送外妈的往事，日头赤影影，无半时啊风，路边的草仔连甲翘久，连涂骹的担仔架嘛强要扬起。阮拢白色的麻衫，跪伫涂骹，跪伫涂骹，跪伫涂骹。跪啊跪伫涂骹，跪应该是一个重点，应该免变掉。跪伫涂骹，好。伫布棚内底喊甲强要着沙，后生迄当阵当咧读国小，伊讲阿母，我跪甲骹头骨足疼，会当起来袂？我细声甲讲，囡仔人点点较无放。即时煞常常听到礼仪师讲，再生一粒豆，较赢死了拜猪头。
一句大心的母语，嘛是有效的表示。听讲阿嬷上爱伊的外查某孙用台湾台语甲伊开讲，就伫我当咧洗身的时阵，麦克线拄来我的面头前。老啊，我是捌参加过演讲比赛，毋过我毋捌伫即款场面讲过话，当是要安怎啦？即阵，阮当是阿姨甲咧医师讲好的，我无对咧搬，我无对咧搬，嘛袂煞台，高不是将麦克夹咧，哩哩落落，结果斗菜刀，嘛毋知家己是咧讲啥。好，感谢三年话你谈两段。Carol 嘛来啊 ，Carol 你要只读。T， 这是 T 上的 T。好，感谢啊！我发觉三年咧读迄个字，啊，拢一直分袂清楚。上尾即段中爱抓，不管哪算拢是第三抓嘛吼。迄是人咧办丧事啦，所以这是读黑 HE。毋过当然即字原来嘛有 HIT 迄个音啦，只是伫遮是读黑啦。啊，坦白讲，我嘛三无讲，到底什么时阵爱用读 hit 读 hit， 这我抓袂出迄个规律就对啊，所以可能爱家己去抓吧，吼啊，然后我想要查无紧无气，当然无紧无气即种迄个啥故事法，有诶是拢会讲足嚼诶嘛，直接讲出来嘛，无紧无气食饱字嘛，啊有诶就是伊目前伊是甲伊合作伙，无紧无气食饱字，毋过到底是用一个斗好甲伊分开呢？对啊，又晓啦。那么，要安怎讲？就讲伊毋是直接读无紧无气食饱字，伊是读无紧无气，对啊，所以有算讲用迄个时间讲，斗好分隔开的安尼啦，无紧无气食饱字。好，毋知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好，迄个有哪有查？就讲即马到底甲迄个弦嘛有收弦的音啊，就讲又连做3年，所以伫到底内底就是伊会飘主音图啊，迄个字音，迄个字数可能会有第二种、第三种的读念法啊，
迄个第二种甚至第三种头念法的时阵，有当阵是由念做三，安尼就是表示讲，这种讲法嘛会使。也毋过，若准讲伊是写属念做三，安尼表示讲，迄个属念音对教典来讲是无承认的。尤其你若是要参加教典的考试比赛时阵，你若读念迄种音，也是写迄种罗马字出来，你就会去用抓包，会去用扣分，也是拍册啊。所以这变成讲有拍算要考试的人，家己爱去要伊，因为足侪字词你若无查过，真正毋知影讲到底是啥物状况。我就讲，即个禅字，我是自虽然拢讲到大啊，是拄则迄个有哪有搭咧确认，我才去查字词典，才确定讲真正是有。啊，若无，我顶一届查应该是几月之前吧，至少一两月之内当时。而且是，敢会是即届4月份教育部公布第5批的时阵去更改，我毋知，因为我无确定教育部伊伫咧公布新一批建议用字的时阵，敢是原来会甲一寡字音做调整过，这我毋知影，因为目前敢若去注意到讲，即届教育部佮公布一批偌侪字啊，佮讲第5批敢若是120字哟，还是280字，我袂记得。我记得就是敢若自第3批开始的款吧。准年，我会记敢准年教育部伫公布第3批建议用字的时阵，伊就是会有公布收入去常用词词典的台语字词，可讲几百字。第一批700字嘛，第二批是敢若250字，280字，第三批敢300字哟，第四批敢若280字我袂记得，歹势。你现主是伊即5批就是敢若1560字的款，还是1650字，我袂记得，歹势所以第3批开始，伊就是除了公布即个台语字词以外，伊佫会公布或者台湾共同词。所以遐台湾共同词，其实即1-2年啊嘛有听到一寡人咧讲，你都嘛咧好笑，你公布台湾共同词是要创啥？无解说，无说明，他讲叫做台湾共同词，无做任何解说。当然教育部意思是讲，假若是台湾共同词，就麻烦你去国语字词典遐查即个词是啥物意思。因为目前教典即个教育部台湾台语常用词词典，伊嘛是用中文去解说即个台语文嘛。所以台湾共同词，伊可能就叫咱去国语字词典遐查讲即个词会啥物意思。伫国语字词典遐，伊是用中文去解说中文嘛。教育部公布即个台湾字词典、台湾共同词，就是叫咱去国语字词典遐查。所以自第3批开始有即个台湾共同词，佫会公布一寡或者礼俗简语，也是列克拉话。顶一批敢是公布40句的款，即批我袂记伊公布几句。我可能今年敢有处理一批，嘛毋处理过，就是直接我印做纸本的，真无咧手边袂记一啦。所以对咱台语人来讲，即个1650字其实也是无够的啦，只是这总是人伊会使全面拢家己公布嘛，就敢若因的国语字词典安尼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然后这篇当然礼俗简语，请讲。K 罗，那伊佫无看影，我无确定啥物原因。对照看到影，真无看的人，我嘛毋知啥物原因。伊遮就是有吼 ，OK 好。安尼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礼俗简语，再生一粒豆，看赢死了拜猪头。我迄阵听到是阮遮是算厝边因，迄阵阿嬷要过往的时阵，可能就开始咧办一寡代志，
所以办一寡代志了，就有一寡人他妈咧讲，不管是讲东讲西讲安怎，他就是会讲就对啊，所以。拍伤紧煞歹有迄种诶，看卖到底应该是有收即种或者啥理想感应的客家话嘛，还是到底是想讲在说一粒豆，看样死了拜猪头嘛？所以即种理想感应有当阵啊，到底伊有一个附录有收录安尼啦。好，来客瑞讲。有一个附录是俗眼啦，伊俗眼总共目前是468条安尼。听落爱拼正伊安尼。安尼，假如你有拍算要读一个，自头到尾你读，阮拄则是轮流读过。无紧无去食饱字，顶工我带4岁的孙去散步，沿路有一大排的花圃，阮孙足爱看花的，去向用开我的手，上对大埔旁的所在去，我骹手慢顿袂附甲掠条咧，就听伊喊讲：阿嬷，遮有足侪花，咱来去挽好无？我一个撞到位，就紧念讲：阿弥陀佛，囡仔人毋捌代志，歹势歹势。那回时咧，那紧甲孙互咧弄一个想着，人讲咱爱尊重往生的人，袂当伫因的面头前黑白伫讲话，才袂拄着歹代。我就紧甲，我就惊甲叫唱歌，虽然我无遐够天数，毋过嘛毋敢伤铁气。古早人的智慧也是加减遵循较保险。外地细字无识本，1万年仔就听到西讲的铃仔声，才互我想起30年前，阮一大阵亲情跪伫大路边咧送外卖的往事，日头赤呀呀，无半时仔风，路边的狗嘛叫要扬去。阮拢白色的毛衫，跪伫涂骹，拜甲汗水刷刷地。伫布棚内底，喊甲叫要着沙。后生迄当阵当咧读国小，伊讲：阿母，我规家骹头足疼，敢会当起来袂？我细声甲讲，顶仔人踮着较无忙。即时煞雄雄听到那律师讲，再生一粒豆，看样死了拜猪头。一句大心的母语，嘛是友好的表示。听讲阿嬷上爱伊的查某孙用台湾台语甲伊开讲，就伫我当咧细汉的时阵，莫过煞拄来我的面头前。喏啊，我是捌参加过演讲比赛，毋过我捌伫即款场面讲过话。阮当时阿姨甲李律师讲好诶，我无对咧搬，嘛袂煞呆，搞不二种莫过名咧，哩哩落落，得个斗菜刀，嘛毋知家己是咧讲啥。落尾大家去客厅歇困，我讲阿姨，你拢无先叫我传祭文，害我杀咧乱天，究竟笑因呢？姚小弟随讲，阿姊。好佳在要互你先准备，若无，我毋知要搁跪偌久咧。伊话一个讲煞，阮对还咧哭的亲人，沙拢摸巴肚笑甲要歪腰去。特别是有人伫殡仪馆也是教会办理，亲像即款大都市搁伫大路边办的，愈来愈少啊。我手牵还咧哭的乖孙，哪行哪甲伊讲，人拢会死，迄是人咧办丧事，咱毋通惊我去。伊煞哭讲，阿嬷我爱你死啦！唉，即阵我嘛敢若会当
甲家己讲，无饮无吃，食饱日。好，真好，感谢。毋知台顶的朋友。我有倒位读唔到的所在？目前是还好，倒是可能你读伤紧啊，最后迄段第二段，你搁读一届，句点后壁。我手牵。我手牵咧，我手牵咱咧哭的乖孙，哪行哪甲伊讲，人拢会死。OK， 伊一寡意思。对啊，伊乖孙当然孙是第一条啦，只有当阵啊，咱口语上有当阵啊讲一个伤紧也是安怎，尤其看稿咧读的时阵，确实有当阵啊会爱哪看字，跟哪要读嘛。我就讲其实这个啊，其实伊遐所有的符号拢是有意义的。就讲句点当然是一个意思，讲到这算结束嘛。当然有当阵啊，第一段内底伊会分几个句，伊就会几个句点。啊，所以我就讲换段的时阵，理论上应该会使停困较久啦，对吧？换一段的时阵，迄个句点可能会使停，甚至可能会使停1秒半。当然，迄个时间毋是一个绝对的标准，我要讲的是一个相对的长度啦。那句点可能会使停到1秒啦，啊，那换段可能使1秒半，嘛，互你家己小喘气一下嘛，吼。啊，那其他的符号，我就讲，可比讲逗号可能是讲真正喘一口气。啊，当然，伫一句内底会有清华教授讲的迄种变调变解的概念，因为咱伫咧学台语的时阵，总是有听到有人伫咧讲，有可能是老师，还是先教，还是安怎，还是要讲互别人听啊。就讲台语是一个声调语言，伊会变调，甚至是全变调。啊，毋过实际上的迄个全变调，毋是真正一句话自头到尾，除了最后一字无变调，剩咧逐字拢变调嘛，毋是安尼啦。所以就是爱看迄个语境、语感，甚至。我咧猜想，目前为止，咱会来遮做伙读的朋友，应该拢是有咧讲台语的人。啊，有咧讲台语的人，读壳内底，因为你咧讲的时阵，你无可能是伫你的读壳内底铺字无，你才咧讲的，无可能的啦。你无可能安尼讲话啦。你讲话一定是你读壳内底，就是有一个语境啊，伫咧讲嘛。除非你是咧背稿，安尼较有可能讲你读念的时阵，迄个瞬间你读壳内底有咧铺字。虽然讲铺字有另外一个意思，咱暂时不论吼。所以你一般咧讲话，你无可能是字铺出来才咧讲的嘛。迄是因为咱咧读稿的时阵，你才会甲要注意到迄个符号啊，逗号停，我就讲逗号可能会使停半秒，还是较短。你若讲话较紧，你可能较变0.3秒。啊，你若讲的是慢慢仔讲的人，有可能是停0.5秒、0.6秒，迄都无要紧。反正你家己去抓，咱的文章内底会使用到符号，大概就是差不多4-5种吧。什么顿号对无？两个物件并列的嘛，安尼可能是0.1至0.2秒。啊，逗号是可能互你喘气一下，吼，而且是我安尼讲，变调变解可能是0.1秒以下，啊，顿号可能0.1秒至0.2秒，逗号可能在0.3秒至0.5秒，啊，句号可能互你停1秒，还是0.8秒。啊，要开始讲话的时阵，可能嘛是会使停嘛，准备要讲啊，对无？迄个尾二段，落尾大家去客厅休困。我讲阿姨，你拢无想我叫我传祭文，对，我要准备要讲话啊嘛。我讲安怎？啊，当然，有当阵啊，我目前听到其他，因为有另外一个伫串领读迄个白话字嘛，啊，白话字的写法就甲我的迄个啥。讲台语迄个语感语气也无啥相款。当然，去年当时捌听到讲，有人伫咧讲，尤其迄个啥，教会遐的，还是遐写白话字的，吼，有一个讲法是讲，伊的台语毋是咱的台语，那歹势我安尼讲啦，因为我毋知咱台顶现主是即个时间点，敢有人是教友的，就是讲，遐个尤其是伫咧写圣经顶悬的资料的时阵。有遐圣经信册，什么马太福音，还是什么诗篇，还是啥？遐台语真正和咱日常讲话台语无啥相款，所以有一个算半开玩笑讲法，就是讲，伊的台语毋是咱的台语。啊，所以这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，
这完了嘛算真做或者啥？台语的多样性的其中一种样貌，吼，一种模样啦，就讲，这教会，吼，长老教会这或者毋是台湾这种传统宗教的，吼，伊来到这为着要传因的福音，为着要传因的信册，互咱知影，互咱遮的人知影，所以伊就要用咱的语言去记录做符合，真做文字，互咱读捌嘛。毋过，我无确定因是为着要表现出因咧讲的物件，甲咱所理解无啥相款，或者是为着要呈现迄种真差，所以变成现主时，咱有一寡人会讲因的台语毋是咱的台语，我毋知是毋是这个原因，或者是因自安尼偌久106年，吼，因165年开始吧。165年就是有可要讲的，府城教会无开始刊登，然后你嘛开始有甲因的信册翻译做白话字，互咱在地人听个随读有安尼，安尼106年，可能106年嘛，伊今年敢若是165年的纪念款，还是安怎？敢会是因书当时所找到、所拄到的人的迄个台语，也是迄个下门腔的语言有一个范围，含流传到咱台湾的已经有淡薄仔真差，所以递到现主时有一寡人判断讲，因的台语毋是咱的台语。这我感觉是无啥要紧啊，反正到目前为止，至少台语还佫有人咧使用。虽讲20岁以下会使用的人口数比例可能剩1%尔，就讲20岁以下的遮的相对少年的人。可能剩1%的人会甲台语真做因日常使用的语言，剩1%，这是我听到的时阵，感觉心足酸的一个现象。这现主是我嘛毋知影，到底要安怎去解决，我毋知影。那么至少是咱有咧讲，会晓讲，有才调讲的，应该是加讲过安尼。好，我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我讲即个社会所的文章啊，真正有一寡字是较安怎讲困难，还是啥？我想要讲一个所在，第2段上尾抓嘛吼，伊讲伫布棚内底喊甲强要掉沙啦吼。当然我毋知现主是咱听到的朋友，你有法度去理解迄个喊即个概念无？因为有另外一个是有啦，对吧？喊烧甲有烧嘛，喊烧甲有烧的真差是啥？有烧互像讲地沟的田，迄伊有着，喊烧可能是互气烟下着，敢是安尼？对，就是讲是咧是有接触到的。有实体物件接触到是有到，你若是辐射的，吼是下到，尤其热天时啊，透中昼迄点加路扣日头晒甲烧烫烫，莫讲你跋倒起皮肉，切着迄路皮哦，安尼话可能是相等的伤害，这是点到粗白白撸落去高地，吼夭寿哦，迄可能。以我来讲，可能听者你涂骹滚甲也袂叫我安尼，吼，迄是一个错嘛。过来就是烧温度悬，毋过若准讲你行过，或者是压水，伫迄个点高路，因为烧嘛，有温度嘛，你水压落去，伊是毋是烧气就会清起来？迄就是喊，就是无直接接触的。所以伫即个文章内底就是讲，因为因伫咧大路边办丧事嘛。尤其可能看起来佫是热天时啊，所以伊讲，连咧草嘛连甲翘久哦布棚内底才会死势，才会子孙跪伫涂骹，迄真正是汗水擦滴。布棚内底是喊甲强要掉沙安尼，所以无直接接触，毋过就是空气当中有迄个辐射的辐射热嘛，毋是直接接触的，是温度，就是迄个物件，可比讲。
寒天时啊，即摆应该无啊啦，以前可能用烘炉嘛，对无？香土炭还是啥物火，爱烘炉伫遐有迄个烧气嘛，啊着活气啊，来下烧嘛。啊，当然较进步、较现代，就是有迄落做，我毋知迄个台语安怎讲诶。当然中语、华语是讲啥？怀炉还是？尤其这10年吼，开始有暖暖包嘛，对，暖暖包就是有诶啊，对无？摕咧手安尼有啊有烧啊呢啊，直接接触啊，迄个物哈。所以要讲诶是即字吼，哈甲有诶真差。啊，当然，请讲。哈，就讲咱有火堆，啊，咱就用手在挖边，啊，家己哈好烧。敢是安尼叫哈？对，就是你第一，尤其寒天时啊，伫野外有当时是起一堆火，要淡仔做活动嘛。啊，寒天时啊，就是感觉有一个温度，互你会使较温暖嘛。啊，你就可能双手啊啥，活伫遐嘛，安尼哈烧啊，吼，甚至迄个啥，若伫古早厝大红叶厝迄种诶，古早厝就有灶骹嘛，啊灶骹就用香茶啥，迄嘛会使用哈烧啊，有一个烧气会使冲出来嘛，所以就是有接触甲无接触啦，有接触甲无接触啦。吼啊，最近迄个啥，公司台语台有迄个藏上诶护理连嘛，因就开始要去北远拍魔王嘛，啊，愈北远当然以目前地球来讲，就是南极、北极，那拄好季节的时阵，就是会较寒嘛。甚至可比讲的，日本的北海道，寒天时可能是规半年拢无材料种植，甚至无啥有材料通出去的。因为外口毋是咧透风落雪，也是规个节甲拢你无材料刷叮当嘛。啊，所以伫迄个藏山护理连内底嘛是有引起到一个所在，感觉啊寒天要到啊，佫拄有啥物状况，规气好啦，无第这庄仔头小休一站嘛好啊啦。等到风势较细的时阵，路里的积雪较无法悬，较无法大，嘛较安全，才出去安尼。吼啊，所以就伫厝内底听火嘛，啊有火炉嘛，对吧？烘炉，伊迄是壁炉啦，就是你就敢咱这灶骹共款嘛。啊，毋过因对来讲，迄是一个算讲啥？会使互规厝间烧落的一个算讲必要的装置嘛。2016年我去法国的时阵，迄阵阮头秋天的时去，阮朋友搭着一骹是会使刷叮当的。啊，当然有一个烟筒讲是烫去外口啦，啊，毋过就一骹厝里就一骹火炉伫遐下口斗咧啊，就使刷，甲阮一间用刷去别间安尼。啊，所以伫迄个藏山护理的内底，就是迄个啥，就搭着久了，伫咧烘烧嘛吼，哈烧安尼。啊，迄啥物人去外口买物件，等下规手冰死嘛，规啉叽叽安尼吼。啊，毋过若去摸人较烧落的身体时，伊就要捂烧啊，有接触啊，就直接对面摸落去啊，对较只片摸落去吼，迄规个伫厝内底烧乎乎的人，对外口的人伊就是咧捂烧啊。哇，所以捂烧哈烧的真差是安尼，我要讲的是即个啦。啊，捂要安怎写？就是火字旁甲一个五支喙吼，迄个五嘛，啊，就迄个算声部嘛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？线顶的历史典，佮阮目前读教育部的拢读过，当然是主要是查教育部的常用词典啦。啊，是除非有拄到一寡字词找无的，可能才会去别所在找。就敢若顶一篇有一个心肝底嘛，对嘛？有心肝。顶一篇是个心肝内嘛，啊，目前教育部是敢若收心肝内即个词，伊无收心肝底。啊，毋过伫语料库内底是有即个词，是有心肝底，佮有心肝内。啊，所以有一寡字词就是，你若要互你家己的台语较接近教典迄个部分，可能是爱较常去查字词的。当然，日常生活有咧讲的是无一定爱随风去啦，无一定爱随风去，因为当阵啊。
咧讲的时阵，较安怎讲，接近咱的生活吧，我是安尼想。好，毋知咱台顶的朋友有啥物想法看法无？有啥物技术？大概是安尼。好，安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主要咧读的即个教育部的114年度的朗读稿，就暂时先读到这。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读念，嘛感谢台下的朋友，听我咧顶官网读网分享网交流。好，安尼今日读到这，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感谢各位，再会。